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中华院今年嘅全国客家人发通特别选题海珠乡来办，其实做题清朝数嘅，如有第一批的客人使去海珠哦。不过更加大家路变做人工嘅好落客嘅，里面日本书嘅认真同创设立，有第一批的客人使去海珠，因能家家系对土著媒体去使过去嘅，因能媒体露出水海嘅水路向开垦。 屯沙高梯变做良田，用出水海嘅湖奶种出的品质一等张嘅米，哪派的也都农产，也比行业抢存到落一批嘅行会讲客嘅哟。也很多年来大家引来引有客家意识的菜地行业，未用各种方式，改善万嘅上海屯海珠客家上小下去。 成套红茶个绿绿稀稀，两片快到脑能改光发风铃花，日头苍牙气，喊那档案喊那家，两位系海珠乡嘅海不沙气。西错这个等于说是我们的中间线哈，然后呢，我的左手边这边是闽南人，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哈都是客家人。那我们虽然分两边哦，可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 参加去年香港人客年轻唐人解说，海珠乡全乡入3万人沙，行业大概上千个沙，虽然唔多，不过地乡内改种额都算带到20种。 包括我们所谓西范村的九甲，然后成功村的暗角，还有我们西厝村的六户巷、广东巷，还有我们旧梅村的一个黄家厝，这样子，大概有5个聚落是属于我们客家的乡亲这样子。 广州行、广东行俩道对地面就大概看得出海珠和海珠行业。海珠行业主要就2個年頭，前朝少，除咗頭一兩個之比，不過兩下單單都本學龍人同法睇的。香港日本少對土著苗細下去嘅，留日本人係咪講客？日本時代嘅通常都3、5公司啊，佢去土著苗講嘅說明費講，人家都要通常欠工人啊，人客家人就上到村外賺錢，安尼較好，都千多人來入邊做工，做有感覺，有工上學穿，迄款是創業河巴帶，就工人去針，去味啊，工人去石頭板就味幾多口甜去了。差不多15、16歲初中啦去牽兩講嘅是牽兩隻牛來呀開墾嘅啦，你攏河巴，即係你攏做水師嘛，河巴嘛，落嚟較早攏殺菇啊，無物解，都變門水，變門水比沉澱下去殺菇鹽少，安尼落慢慢咧落安尼開墾嘅。溫水好就會博太水，水路改變了後，條溫水好好吧，都10公里外，也係行機細下去落錯界點。好多人都佔好嘅啦，佢家都冇殺菇嘅，都變佢哋唔做啊。我平時少講人家。 殺菇嘛，你每半日好多人少講，我行人咧，佢都冇材料中式嚟行得做啊呢。下後，亦都講到下天貼地，住沙潮住沙，天嘅規方言都晒下來，跳下馬都係10天，一下單單穩中辦了。一下時間都要採埋，要剪埋，做唔得啲見當個，愛爆愛摘冇翻嚟嘅麻煩，剪。 兩期嘅八樂就到最尾標題，農民見責見小扒。從10多年嚟，條擺攏自無嘅，自無感覺嗰樣當年嗰樣愛煩嗬，當愛本錢愛花一朵，所以那咪一多年啊種八咧，種來嗬上個樹神啊，差唔多5、6個月嘅時間好數。黃係最好摘嘅。 農民當沙皮講，種溫水好嘅無奈，種出來嘅海珠八樂，有邪有甜當好食。不過智利起來嘅是當好過我。一挖起來，睇下啷有5、6粒，南木愛，睇10、14粒木愛都摘起佢，留1粒至2粒較長嘅，當包起來。
把得在後背係老虎，與總統三則時清清楚楚，職業度躺下，兩片別行hand住對點。語力規模，啱聲音，創作未見，極強極強，歷盡風霜為後日，總民事業，使我比甚至有難，艱勞耐苦，追尋異體記成功，就意思咩強樣啦，人哋雙邊用嚟做下邊嚟生。對聯行下的老主顧形容辦建受愛些來虧錢，也希望子孫會出頭天，真公主，客家躺下也要服侍阿公婆牌。人有良心，良心，就係客家人有福德良心，就啲人咧神作下輩，還有看過人咧阿公婆，當然呢，啲人最早阿公婆是啲人咧躺下就太地牌，所以名攏寫上去啦，你知不知道今天什麼日子？阿弟呀，今天呢就是放假出來玩的日子。不是啦，今日係天穿日。什麼？天穿日哦，天穿日。天穿日。天穿日是什麼東東？天穿日是什麼？咚。是偶爾劇台用聲詞小曲嘅舞台戲來講用版為主天出機，希望下看戲嘅人也看到動落去。今年中華人嘅天穿日發圖，貼片先地海主來盤，排演細子全都來參加，海主頭到尾都講客家上協地指點。全國客家語可以天穿日，有注意海主公園拍攝有關李強先生講明。客家人先尊敬五王娘娘，佢叫到今日都好正面20年啦，佢都叫到很多人，所有人民百姓都感染佢嘅恩賜，都當然就要來祭拜五王娘娘。村民準備添辦用最個禮拜為本五王娘來補天地，轉獻杆、副獻杆，就連流暢來做各項儀式。啲客家強強為物體嘅做法，平常時為談到人講客就見動難，客家唔是講祭典儀式為講客。兩件做奇怪嘅祭典嘅係叫福靈橋，其實都很早咧客家老祖公嘅老禮規來做。當然冇咁簡單啦，因為人家大部分都老好多人老急嘅唔過我嘅福靈橋很清保持、清完整嘅客家話嘅傳統宗教風俗禮儀就很保持一完全一樣。包括我們客語的誦經，純客語的誦經，還有我們客家文化的聚落調查，還有我們客家的客家聚落的一個青旅的對遊客的一個介紹，然後客家建築的一個了解等等。那我們這幾年真的下了很多的功夫。係做透過限定咗老客家相關嘅法圖，唔過連按到嘢透過調查、探訪、判法同掠到，老客家鄉親聯絡起來，係做客家也見來經驗同客家，尤其也老重點，用啲客家台宣行。經探報劇弟經常分享過，選舉國小視頻分搞嘅很多小朋友，當做此時地推紅唱歌，連連從嚟夾跳客家歌，唔單止安樂，還有故事表演。不只是語言的學習啦，然後還包括我們的傳統的美食啦、傳統的文化啦、武術啦、騎玫棍啦、舞獅啊，我想我們的孩子真的是多才多藝啦。選舉國小視頻分搞係中華人客家傳統文化先發學展，高人嘅素材體視頻村，出係一屆傳統嘅客家奏。民國58年的時候我們在第一個客家部落因為學生呢要到外地去
特殊哈，以辛苦了哈，鼓手太感哈，有钱出钱啊，有力出力哈，有土地的把土地捐出来，争取设立这样一所分校。不过学生的人数延续年减少，还是强就被本人回退。不过村民都希望分高就得留下来，下后就能全部支持。这一走客家传统文化生活发展，大礼拜二就客家四沙滩，拜四是客家日。目前我们这边村落里面大概都阿公阿嬷，他们会讲，可是他们爸爸妈妈其实不太会说，所以我们希望反过来就有下一代的支持，他的力量，然后再结合我们上一代的阿公阿嬷，然后接着呢，连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都会讲客语，那我想这个就成功了吧。左手这个不要挥得那么大，稍微因为你挥得太大，你这边有个什么空隙就露出你的弱点出来了。四盘分高就9個先生都唔係客家，不過包含全件本產內，最近就世界拿到刺激冇出中國嘅客家經濟，土人小朋友從下來多了解客家嘅文化。我们都会播放客家歌谣之外，还有请学生之间的互动问候语，师生的问候语，我们就是尽量鼓励大家用客家话来讲。上回海珠做到乜嘅人係要記，16歲處理開海珠嘅陳俊志，2年前佢到竹科公司做到經理咧，還係老條路標體，轉到家鄉佢哋兩間咖啡店。我跳甲問愛啊，你轉去做嘛解？我講台積電人才動鬥啊，長安一張沒什麼關係啊。但是如果說後生人佢做得轉去佢嘅家鄉。一起去努力打拼，或許會有一些改變。陳俊志為咗家鄉，攞幾個阿 Q 先鋒國事有關，幾個阿 Q 最生意抗耐勞，最生意做到很辛苦，原口是包天天，基礎上講為攞更重要提做到乜嘅。我咖啡店當作一個平台，去推廣個農產品，然後吸引多一點的觀光客，我愛朋友來親愛，佢肯佢做得去了解我愛家鄉的農產品。佢喺處理用海珠嘅農產品來烘焙，從黑烏米做嘅小胖、司康、鬆餅兩道。那這個黑米是沒有農藥、沒有化學肥料去栽培出來的。喺海珠開咖啡店，難就安好傳説，不過做出做落去咧，看下個也會繼續做下來。做咖啡呢，其實有咁多問題啊，呢啲啊，因為家鄉是海珠冇呢啲啊。兩下幾間見下，除了有才鐵嘅後生機，雙苗潛來界，海珠當到係挑過，佢哋先做嘅同事老朋友。自從我轉來2年了嘛，我想大概有超過1000個人，1000個人，因為我在這裡而來到西州。睇過拍攝剛剛超至1000單，也唔重要咧。當然啊，小愛咯，你賺很旺哦，你賺來做乜解？你一年賺很多錢，你賺來一杯咖啡100Q，然後一隻司康30Q，慢慢這樣賺，你能賺到什麼錢啊？基本生活維持客氣處好咧，重點唔係賺幾多錢，就得為家鄉帶來改變，就係重要嘅。我們有很多知識啊，那我自己也跟社會啊，跟很多地方有很多的那種連結，那我們把我們的知識分享出來，那能夠做一些連結，那或許就會有改變。陳俊志喺你係做用嘅行業推行會債，佢到家點到，仲下位來點餐，還會送點心。清朝時使到係做嘅行業，自己係好落客嘅。日本時對土著苗使下佢嘅行業，也強為本人同法體。不過，還係有一權益，對自家就會多嘅防衛度，發揮自家嘅人兄弟。上萬嘅想為客家為海珠，做到乜嘅，留到乜嘅。